世界美女之父 Woodrow Wilson 制定嘅美女標準。美女嘅標準有33個條件，符合全部條件嘅女人先至係美女。一、身高係1.64米到1.70米之間。二、體重係50公斤到60公斤之間。三、胸部嘅大小喺 C 到 E 之間。四、耳仔同面嘅角度喺170度到175度之間。五、下巴兩邊嘅角度喺100度到115度之間。六、面部上痣嘅大小喺0毫米到0.5毫米之間。七、眼嘅寬度喺1厘米到1.1厘米之間。八、眼上端3毫米以上，冇凹線。九、眼上端到眉毛嘅距離比眼嘅寬度大1毫米到2毫米之間。十、眉毛往上翹5度到10度之間。11、兩隻眼嘅距離比一隻眼嘅長度大3毫米到6毫米之間。12、鼻子嘅寬度比一隻眼嘅長度大3毫米到6毫米之間。13、嘴巴嘅寬度比兩個虹膜嘅距離小0毫米到5毫米之間。14、下嘴唇嘅厚度比眼嘅寬度大0毫米到1毫米之間。15、上嘴唇比下嘴唇薄1毫米到3毫米之間。16、鼻子下端同上嘴唇上端之間嘅垂直距離比下嘴唇嘅厚度大1毫米到2毫米之間。17、下嘴唇下端到下巴下端嘅距離比下嘴唇下端到鼻子下端嘅距離小2毫米到5毫米之間。18、眼下端同鼻子下端之間嘅垂直距離比上嘴唇上端同下巴下端之間嘅垂直距離小0毫米到5毫米之間。19、髮際線上端同眉毛上端之間嘅垂直距離比眼上端同鼻子下端之間嘅垂直距離小0毫米到5毫米之間。20、額頭往後斜15度到20度之間。21、眼比額頭往後6毫米到1.2厘米之間。22、眼上端嘅水平線同鼻子嘅交點比額頭往後0毫米到2毫米之間。23、眼下端嘅水平線同鼻子嘅交點比額頭往前2毫米到4毫米之間。24、下巴往前凸1毫米到2毫米之間。25、下巴比額頭往後0毫米到2毫米之間。26、下嘴唇比下巴往前4毫米到6毫米之間。27、上嘴唇比下嘴唇往前2毫米到4毫米之間。28、嘴巴往前傾10度到15度之間。29、鼻子同嘴巴嘅角度喺90度到95度之間。30、鼻子比嘴巴往前1.3厘米到1.6厘米之間。31、笑嘅時候露出嘅部分冇牙齒上端以上嘅牙肉。32、笑嘅時候露出嘅牙齒間隔喺0毫米到0.5毫米之間。33、笑嘅時候露出嘅牙齒排列整齊。